上星期講區分，今個星期延續呢個話題，就喺美國、以色列聯手攻擊伊朗之際，出外嘅伊朗人接續國內民間嘅抵抗。伊朗國家女子足球隊喺澳洲參與亞洲盃，部分球員拒絕唱國歌，事件同壓迫女性、人權等元素有密切關聯，又一次可以作為思考訓練嘅素材。事件始於3月3日，伊朗隊喺澳洲黃金海岸同南韓作賽，當時伊朗戰爭已經展開4日，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曼尼被誅殺。賽前國歌奏起，所有球員都冇唱國歌。呢個舉動喺正常嘅國度當然冇問題，伊朗都冇明令規定運動員喺奏起國歌時候嘅舉動。但係慣例係運動員要伴隨音樂一面唱一面仿照軍人敬禮，唔係咁樣做嘅人多數會被追究，包括被國家安全部門傳召，被要求公開道歉，往後不獲入選國家隊等等。今次官方傳媒嚴詞譴責涉事球員，話佢哋係戰時叛徒，聲言應該嚴厲處罰。伊朗政府嘅回應無疑明示球員將會受恐怖對待。事發後6日內，伊朗隊再作賽2場，對手分別係澳洲同菲律賓，球員2次都唱國歌同埋敬禮。球迷關注伊朗球員嘅去向，佢哋集會聲援，甚至堵截球員乘坐嘅旅遊巴，希望從中拯救，避免佢哋返國之後被清算。部分球員隔住車窗做出 SOS 求救手勢，令外界加倍注視事件狀況。澳洲政府快速批出6名球員嘅政治庇護。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亦表示，如果澳洲未能全部接收，美國可以代勞。有1名獲庇護嘅球員決定返國，澳洲總統艾巴尼斯話呢個係球員嘅個人決定，重新保護球員嘅立場不變。只有致命地位同神同等嘅政權，先會將象徵國家嘅死物、抽象符號奉為膜拜嘅對象。於是勒令國民走遍天涯海角，都要對嗰啲符號3跪9叩。對相關事實同埋倫理有基本判準，都會支持保護伊朗女球員。呢件事絕對令人扣憐女性喺伊朗嘅待遇，亦容易以女權嘅視角觀察。於是支唔支持球員，好似變成係咪支持女權。今次再談區分，係先講唔好胡亂區分。今次國歌問題應該分幾個層次理解，基本一層唔使以女權角度嚟睇。任何伊朗運動員如果唔以政府認可嘅慣例面對國歌，都極可能遭受同樣處分，即係待遇同性別無關。此外，無論男女，如果因為唔唱國歌而受罰，都唔應該嘅。呢種唔合理嘅待遇施於男或者女身上，同等無理。呢個又係另一個事件同性別無關嘅理由。但係推上一層思考，以女權角度看待呢個問題有可取嘅地方。首先，女性喺伊朗嘅地位明顯同其他文明開化地區唔同，佢哋會因為喺街上面冇戴好頭巾而被宗教警察苦待。婚姻制度係一夫多妻，10幾歲嘅少女都會被逼嫁人。眾多現象話俾世人知，伊朗嘅女性處於制度性弱勢，政權刻意喺冇必要嘅情況下差別對待佢哋，亦即係歧視。喺呢個脈絡之下，以女權角度討論相關問題就有積極意義。由於地域、政權、制度嘅因素，導致普世所講嘅女權容易千差萬別，呢個又一個焦點，嗰個又一個焦點。例如西方提出女權嘅人並唔限於女性，縱使點樣描述父權社會壓榨女性、剝削佢哋嘅權利、扭曲佢哋嘅精神，但係就絕少喺類似伊朗女球員拒絕唱國歌嘅事件上，向目前世上最惡毒嘅男性沙文主義政權掉半隻雞蛋。佢哋嘅理論足以構築全世界女性受壓迫嘅想象，但係總忘記套用到最等待救援嘅國度。童婚、女童被拐賣、被逼絕學，佢哋唔聲討。打擊線上厭女、身體自主、男女同酬，先至係應當高舉嘅旗幟。所以講女權，先要釐清係爭取伊朗、巴基斯坦、蘇丹、剛果、塞拉利昂嘅女權，定係喺法例容許隨時轉換性別嘅地區爭取女權。甚至西方先進地區同東亞先進地區嘅女權發展都唔一樣。再進一步，東亞裏面，日本、台灣、南韓、香港嘅女權發展又見差異。呢度列舉表面上係地域嘅區分，實際上係辨明脈絡。公眾唔好誤會高舉女權嘅旗幟，世間擁護人權嘅人就會招聚埋一齊。暫時可見嘅係部分形式嘅女權獲得熱烈倡導，部分就長久被忽略。
英國作家 J.K. 羅琳喺伊朗政府譴責球員拒絕唱國歌之後，喺社交平台 X 發文，呼籲國際足協同澳洲政府保護有關球員，連同以往協助阿富汗婦女逃離塔利班迫害。羅琳再次展現佢對西方以外地區女權嘅關注。有網民質疑羅琳嘅呼籲，認為球員逃離伊朗喺本國嘅屋企人會遭受威脅。羅琳堅守立場話，如果我個女係其中之一，我會叫佢留喺安全地方，毫不猶豫，無論我要面對咩後果都好。行為嘅結果難料，尤其面對邪惡強暴嘅勢力嗰陣，黎民百姓更顯無力。或者設身處地嘅心腸，係講其他人權利嘅時候嘅基礎一步。有意見或者中意呢條片，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share。有餘力嘅朋友仲可以喺 Buy Me a Coffee 或者 Patreon 實質支持，等我哋走得更遠。下條片再見。